一个查甫囡仔开去互姓刘的年母虐待死亡的案件引起社会关注。有伫咧关心这个事件，民间团体伫咧文清镇的前一天，在凯道发起活动要声援。伫咧现场嘛收到84000份的连署书，因谴责台北新北市府也有二号联名严重失职。民团嘛提出6大诉求，要求成立儿少保护部，制定刑法虐杀儿童罪，来避免这款虐待囡仔的悲剧搁再发生。大声喊虐待囡仔零吞论，要求守法重罚加害者，为凯案讨公道。姓刘年母涉嫌甲查甫囡仔凯虐待到死，引发社会怒火。凯网络妈妈群召集民众伫母亲节前一天提早上凯道，现场出现上万人关心囡仔权益的民众来参加。侪家长穿白衫，佮带囡仔来，有马来西亚的妈妈飞来台湾来收听。新加坡都蛮多人都知道这个案件的，对，而且我在了解凯案的当中，我已经有认识到很多不同国家的爸爸妈妈，绝对不能够让一群人、一群恶魔，然后对他们有任何的宽待，绝对要重惩。伊抗议的董事长甲永济甲真侪位艺人也拢到场支持，另外也有拄到虐待囡仔案的家属伫台顶控诉讲应该建立严格的年母汰选机制。一个有照顾责任的人，怎么会在孩子只剩一口气的时候，还有办法这么冷静地准备晚餐？凯网络妈妈群表示，最近3年有66家囡仔互虐待死案件遮济，凯案反映社政体系是一层失守，社工的人无够，方式机制失灵，甲跨部门的协作断站。为了改善结构性的问题，提出6大改革的诉求，设立儿少保护部，制定刑法虐杀儿童罪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也台北市甲新北市府各有2号联名伫凯案的不当处置，现场也表达强烈的谴责。双北市政府与儿童福利联盟他们的疏失是最大的，访视助理员跟来去进行前端就来去访视孩子，去掌握孩子的实际状况，提高孩子的曝光度。活动收到84000份的联署书，交予总统府，期待甲政府做伙结束囡仔虐待。对此，卫福部回应讲，6岁以下弱势囡仔有主动关怀方案，新进的儿少保护社工是要接受19点钟的囡仔虐待的分别，也配合法务部组织刑法修法的共识，因设立儿少专责单位，目前家属评估规划。高市新闻采访报道。